香港人龐先生太太係內地人，龐太已經懷孕7個月，為咗 BB 可以攞到香港人嘅身份，一早就喺香港嘅私家醫院預約咗分娩，預產期喺9月。而家個心跳聲嚟嘅。佢預咗埋單要使5萬幾蚊。雖然香港落閘限制內地孕婦嚟香港生仔，龐生龐太諗住下一胎都會嚟香港生。價錢嗰度咧，我就未擔心住，就係擔心咧，而家咧就係香港嗰邊咧就限制國內孕婦嚟香港生 BB。咁如果第二胎嘅時候，我就驚唔知佢之後嗰個政策係點樣，就驚佢批唔到落。生第二胎都會喺香港生嘅，希望啦。面對港府大削明年內地孕婦限額，令到一啲安排內地孕婦嚟香港生仔嘅中介公司可以大賺一筆。醫院個費咧，即係話如果係即係單人房有候補位成功，嗱只係單間嘅啫，咁啊順產都要12萬到，剖腹產咧都要14萬。明白。咁呢個係純粹醫院收你嘅，咁我哋有一個攞床位費咧，我都要收3萬蚊㗎。就你要住啊，或者係車啊，呢個我哋都係提供，不過就冇包咯。婦產科醫生更加人話，醫務所嘅客源60%都係內地孕婦。佢話每間醫院收嘅孕婦有唔同嘅對象，政府唔應該一刀切削減限額。有啲醫院本身已經從來都係做緊香港人嘅生意㗎啦，做好少國內人嘅，咁嗰啲冇問題啦。總數再縮減，或者將個配額再變得譬如6:4啊，或者一半一半咁咧，其實冇乜意思嘅。到時咧香港人突然之間唔生 BB 啦，或者嗰時啲經濟唔好，我哋唔再生 BB 啦。咁你吉咗啲床位出嚟，咁你冇人用啦。佢指出，分娩收費高低同接收內地孕婦嘅生仔額係冇直接嘅關係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瑩報導。